讲到这去年呢，这劳动部劳法署北分署发生这场霸凌案件，一位涉案的公务人员伊来行底路，劳动部长也宣布讲要甲伊对办3等劳动专员奖章，表扬伊在生进前的付出，这也是劳动史上的头一位。另外，劳动部也宣布讲会伫咧这案法内面设立到这场霸凌防治专章。去年11月，劳动部劳法署北分署发生工作场所欺负案件，造成4名公务员来自杀。劳动部长洪胜汉19主动宣布，会对颁3等劳动专员的奖章，予4名公务员，表彰伊在死前工作真骨力，而且责任感强。这个功营也真做劳动部史上头一个人。希望能够表彰他在生前对于我们机关的交通安全的专业那包括贡献那其中他的功绩其实很清楚，在疫情期间他其实统筹的就是像北分署的异地的办公那确保机关的运作这个因公抚恤的申请也获得了全序部的审议的通过。公开表彰3等劳动奖章，洪胜汉部长讲会拜会伊的父母，对颁专业奖章甲证书。部长也表达4名公务员家属希望讲伊的努力会更加互社会理解肯定，希望工作场所欺负防治做甲更加好。劳动部也伫同一时间宣布，会伫这案法内底设立工作场所欺负防治专章。治安法里面要设一个职场霸凌防治的专章，目前在讨论当中。预告之后，3月底或4月初送到我们法规讨论，然后送行政院，然后希望在这个会期能够送到立法院来做审议。欺负专章适用的对象以劳工为主，公务员相关法规将以原有考请伊来办理。对于公务员遭无欺负事件，考请伊保分会建议修正《公务人员保障法》、甲《公务人员安全甲卫生防护办法》相关修法草案，有加伫下会期送立法院审议。可是，在公务人员保障法里面，从来都没有存在这种外部的机制来去做监督，或者是开放让这个在单位底下工作的这些员工有这个机会来去做申诉，往往最后就会走比较偏门，比如说什么局长信箱啊。坦白讲，公保法欠缺外部监督机制，建议予公务员直接适用职安法。民团也呼吁开放公务员组织工会，协助公务员提起救济。记者综合报道。